兩名日前嚟香港參加七一大遊行嘅江蘇訪民宋凌生同埋曾九子，星期三被證實判勞教1年。另外一名七一來香港受阻嘅河北訪民李桂芝，亦都一度被非法關押喺黑監獄。有維權團體呼籲外界關注佢哋嘅狀況。內陸訪民宋凌生同埋曾九子今年參加七一大遊行，被要求擲爛黑監獄。據一名喺香港嘅維權團體人士表示，兩人回國後先喺北京被關黑監獄，再被江蘇省行政拘留10日，又被判勞教1年。23號，佢哋嘅親友聯合訪問去靈都縣公安局要人。在這個要人的過程中呢，當地的公安局就威脅恐嚇大家，就說如果誰在這裏鬧事，就把他同樣拘留起來。儘管在這種壓力之下呢，還是有幾個人衝進了公安局。另一名河北訪民李桂芝，因為揭露兒子被公安滅口嘅黑幕，而被迫害到幾乎雙目失明。日前來港參加七一遊行，亦受到阻撓，更一度被關喺黑監獄。聯盟批評中共政法委以維穩為由，非法設立黑監獄。有能力到北京上訪的人，依2011年的統計，還是一個官方保守數據內部的5000萬人。問一問這5000萬人，有幾個沒有飽嘗過黑監獄的痛苦的？政法委下邊的維穩辦國保必須廢除。維權人士並表示，僅江蘇省鎮江就設立咗18個黑監獄，佢哋將喺當地推行擲爛黑監獄行動，呼籲釋放所有被非法關押嘅維權人士。新唐人記者梁真喺香港報道。